嗱，修辭上嚟講咧，我相信呢一堆修辭咧，對於我哋5、6年級嘅細蚊仔應該唔算太難嘅，除非你啱啱上風 Sir 堂啦。咁所以咧，呢度風 Sir 快速俾答案啦，反而有一兩條爭議題、陷阱題咧，我先會抽出嚟講嘅啫。我睇睇啦。好，香港成了一顆夜明珠，用事變化成做變身，暗喻句應該 OK 係嘛？好啦，像如此彷彿就明喻，事變化成就暗喻，呢個大家已經背到朗朗上口啦，係咪？或者已經分得到分別啦，5、6年級係嘛？好啦，不過第二題有少少爭議，同大家睇睇佢嚟。O.K. 嗱，第二條點解有爭議啊？因為呢度咁講嘛，佢話嗰啲哨兵，即係嗰啲負責觀察外圍嘅士兵嗰啲守衛啦，佢話彷彿是一莊莊尊嚴嘅雕像嗱，你會見到佢有像如此彷彿嘅彷彿，咦呢個名譽嚟嘅，佢又有事變化成個事，又係暗喻。你發唔發現咧？今次佢呢次嘅變身咧，同時用晒明喻同暗喻嘅變身器，咁所以呢題咧會令同學仔有少少困惑嘅，可能喺明喻暗喻諗咗陣嘅。好，我哋睇一睇啦，揀明喻嘅舉手。O.K. 揀暗喻嘅都幫風 Sir 舉手好嘛？舉埋佢啊 ！O.K. 啦，同學仔嗱，如果你揀明喻嘅話咧，咁啊恭喜你啦！冇錯，啱啊！恭喜你啊！嗱，明喻咧嗱，因為點解咧？呢度幫風 Sir mark 低句口訣啦，必殺技第6式啊！嗱，如果咧同一句句子咧，明喻同埋暗喻咧，佢用晒呢兩個變身器同時出咁，咩好像變成啊，彷彿是啊，好似是啊，好像化作了啊，你見到明喻暗喻變身器一齊出現嘅話，幫風 Sir 記低呢個口訣啦，你要記住啦，明喻係會比暗喻優先嘅，得唔得？O.K. 好啦，咁點樣可以易背啲呢？風 Sir 教你一個啦，非常之中二病、非常之卡通 feel 嘅口訣啦。O.K. 明喻個明係光明啊嘛，暗喻個暗係黑暗啊嘛。咁我哋永遠睇親卡通片都係咩啊？光明一定係戰勝黑暗噶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咪明喻優先咯。O.K. 嗱，其實坦白講咧，有冇得解咧？係有得解嘅。OK，咁風 Sir 唔介意講埋俾你聽，我相信你都明嘅，得唔得？咁但係咧，如果你真係話想貪快背咧，你要用我呢個方法。OK，好，寫低佢啊，光明戰勝黑暗啊，明喻咪戰勝暗喻咯，得唔得 ？OK，啲卡通片都係咁啊，啲 boss 啲最終大 boss 永遠都係俾人打死噶，係咪？好啦，嗱，風 Sir 話你聽啦，點解會係咁咧？嗱，因為咧，嗱，點解咧？風 Sir 教你啦，嗱，點解咧可以有得解釋嘅？嗱，因為咧，明喻咧。如果真係跟字典解釋咧，真係跟教科書解釋咧，佢係會講咩咧？一個比喻法入邊有明有喻體，有本體，有喻體，有喻詞，係咪？喻詞即係咪像如此彷彿嗰啲啦？係咪？咁呢啲叫明喻。暗喻咧，佢有本體，有喻體，但係事變化成嗰啲咧，嚴格上嚟講唔算係喻詞嚟㗎，嗰啲唔叫喻詞，嗰啲係常見字眼。OK。咁嗰啲就叫暗喻，事變化成其實唔叫喻詞啊。從字典嘅角度嚟講，佢只係一啲常見字眼啫，常見嘅詞語啫。OK， 好啦，咁即係話根據字典嘅解釋，如果嗰句句子係有喻詞嘅話，就叫明喻；冇喻詞嘅就叫暗喻。OK 啊嘛 ，get 到啊？咁你翻返呢條題目度啦，士兵彷彿係雕像，咁句句子有冇喻詞出現過啊？有啊嘛，所以佢咪明喻咯。明白？如果你覺得有啲複雜，就記風 Sir 呢個口訣。得唔得 ？OK， 好，跟住下一題啦。喂，呢一個啊，你已經估到人哋陰你啦。難道你不知道要交齊功課嗎？這不是好學生嘅行為嗱。都仔細睇，應該冇人揀設問啩。見到難度不就是喎，係咪？嗱，咁你應該都估到啦。常見嘅陷阱位就係前面一句反問句，後邊寫句廢話引你揀設問咯，係嘛？嗱，你應該見得多啦。好，冬天來啦，跟住咧，冬眠嘅鹿眼啊，紛紛露出頭來啊。咁呢個擬人法啦，唔講啦。跟住啦，三個忙着，一個忙着欣賞電影，一個忙着打交排比。跟住咩叫低碳生活？低碳生活即係好低碳嘅生活。前問後答，前問講完。OK， 太簡單啦，唔講啦，呢個唔長氣啦。OK， 好，冇問題咧，下一版啊。